走。你谁呀？好大的面子，想不说清楚就从我面前捞人啊！看什么呀？辨识度低，果然肺炎睛。漫画家，不是警察呀？我什么时候说我是警察了？不是警察，你凭什么抓人？他有正经工作，就不奉陪闲杂人等了。走。我，陆老师，人都走了。我当然知道啊。当着帅哥面我骂不出来。那小子呢？哦，好像从楼梯间溜了。真是的，小贾都比你们有用。季老师，你脚怎么了呀？我刚刚就离开了一会儿，发生什么了？没事儿，这边有卫生间，就把衣服换了，我送你回去。你先把脚给处理了，我再去换衣服。我没事儿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那我扶你过去休息。走。